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0章27节到42节，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3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邪灵。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这个3年当中，不断的帮助人、医治人、替人赶鬼。但是有一次被赶鬼的人，他并没有非常认真去改变自己的生命。虽然他的心灵已经被清干净了，但是却变成这种空虚的。邪灵就去找了更多更凶的厉鬼来进入这个空荡荡的心灵，使这个人的病比原来更严重许多。就如同昨天我们谈到了约拿单和大卫的对话，大卫所预期的扫罗王发脾气、癫狂的情形真的发生了。撒母耳记上卷20章27节到42节这样的记载。第二天就是初二，大卫的座位仍然空着。扫罗就问约拿单，为什么大卫昨天、今天都没有来吃饭？约拿单说，他向我请假，求我让他回伯利恒去。他对我说，请让我去，因为我们一家要在城里献祭，我哥哥叫我一定要到。如果你是我的朋友，就让我回去看看我的家人吧。所以大卫没有来赴宴席。扫罗对约拿单大发雷霆，骂他说，你这个畜生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站在大卫那边，在丢你自己和母亲的脸。难道你不知道大卫活着的一天，你就永远别想做这个国家的王吗？去把他找来，带到这里，他非死不可。约拿单说，为什么他该死？他做错了什么事？顿时扫罗举起了他的矛，向约拿单扔过去，要杀他。约拿单这才晓得他父亲的确想杀大卫。约拿单气愤愤地从洗衣间站起来，一天没有吃东西。那天是初二。约拿单为大卫的事非常难过，因为扫罗侮辱了他。第二天早晨，约拿单照着先前约定好的时间到田野去见大卫。他带着一个童子，对他说，你跑去找我射出的箭。那童子就跑，约拿单射了一支箭越过他。当童子快找到箭掉落的地方，约拿单望着他，对他喊说，箭还在前面，不要站在那里，快跑。童子把箭捡起来还给主人，一点都不知道那些话有什么意思，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。约拿单把弓箭交给童子，叫他先回城里去。童子走了以后，大卫从石堆后面出来，双膝跪下，对他叩3次头。他跟约拿单亲嘴，哭泣。大卫比约拿单更悲痛。约拿单对大卫说，平安的去吧，上主一定使你我和你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之间的誓约。于是大卫离开了，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。耶稣基督医治人、替人赶鬼是经常的事。耶稣基督赶鬼的权柄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有些人并不明白，不知道他有赶鬼的权柄。那些邪灵却是非常清楚耶稣基督的权柄。
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37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加百农赶鬼的情形。圣经记载，耶稣基督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城去，安息日他在那里教导人。听见他教导的人都很惊奇，因为他的话满有权柄。在会堂里有一个污鬼附身的人大声喊叫：哎呀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你为什么干扰我们？你来是要除灭我们的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斥责那污鬼说：住口，快从这人身上出来。污鬼在大家面前把那人摔倒，就从他身上出来，一点也没有伤害他。大家惊讶不已，彼此议论说：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人居然有权柄和能力指挥污鬼，污灵竟然出来了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那一带的地区。那个邪灵公开的宣称了耶稣基督的权柄，虽然耶稣基督马上命令制止他，叫他闭嘴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赶鬼，就直接证明了邪灵所宣称的。大家就知道了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圣者，有上帝的权柄的同在。我们要来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有权柄可以帮助我们不受邪灵污鬼的影响，也帮助我们脱离困境，蒙受祝福。诗篇130篇，求助的祷告。上主啊，我在绝望中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哀嚎，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如果你记录我的罪过，谁能够逃脱惩罚呢？然而你饶恕我，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。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，有信靠他的话，我仰望主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是的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以色列啊，要信靠上主，因为他有不变的爱，他有丰盛的救恩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，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。恳求主帮助我们不受到这个邪灵污鬼的攻击跟引诱，然后就离开上帝的正道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。这样感谢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